下面呢，我们还是请刚才比赛的双方队员上场。现在我们看一下他们冲米的结果。好，就是刚才比赛的成绩，对不对？哎，对。好，那请双方队员上场吧，我们看看他冲的米。哎，对。哇，这就是冲米。哎，看啊。哇，真干净哎。对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蓝方队员的这个冲的情况。哎，也是非常干净，一点这个艾壳都没有。哎。那么从这个双方队员冲的这个冲米的情况来看呢，是无法判定他们双方谁获胜，那么只能是以他们这个搬运瓜果的时间来判定了。好的。那现在我公布一下双方搬运瓜果的成绩，蓝队是1分14秒70，红队是1分06秒98，这一轮红队获胜。恭喜红队！现在请李小姐为红队挂上2个小葫芦，同时呢，也为蓝队挂上1个葫芦。好，这个两个队伍的这个距离可以说是越来越近了，那接下来的比赛就会越来越激烈，越来越精彩。好，接下来的比赛是什么？接下来这个比赛呢，我先不说。哎，这个我告诉你，朱勋呢，这个拉布人呢是一个重负责、心谦虚的一个民族。在长期的这个游猎的生活当中呢，造就了拉祜人对自然环境极强的适应，也练就了一身上山打猎、下河拿鱼的极高本领。哎，那说到下河拿鱼的极高本领呢，接下来这一轮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所有人都注意到了，今天我们台前有一个大水池，其实在演出开始之前呢，我们在水池里放了这么多鲤鱼啊！那接下来这个比赛呢，就是双方队员跑到水池里，徒手抓鱼。规则非常简单，谁抓的鱼多，谁就算最终获胜者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这一轮的比赛就是捕鱼。好，两位朋友准备好吗？好，预备，开始。加油，王宇！注意啊！现在我们看到蓝队的队员第一个入水，开始捉鱼了。虽然这个水池呢，这个鱼非常多啊，但是滑溜溜的，游得非常的快。我们看看，哪位朋友能先抓到？先抓上来！哇，小伙子们都扑上来了。加油啊！我们双方队员加油！你看谁把这个鱼呢先？你看这个蓝队的鱼。没追捕呀！哎，3条都有。红方的同学要加油啊！哎呀，抓上来就好大哦！好，现在我们看到蓝方的队员抓到一条比较大的鲤鱼。活蹦乱跳的，哎呦！哎呦，这女孩不错，抓了一条大鱼进去。好啊，我看现在是红方队员要加油了。红队加油啊！哎呦，真大！哎呀，这条鱼真大！哎，我现在看出来了，这个蓝方的队员抓鱼的本领是要高一些的。哎，我们不是按分量算嘛，按条数算。对，我们按条数来算。哎，这红队也不错，他抓的有几条非常大。是的。好，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声，比赛结束。现在我们请裁判呢数一下这个双方捉到的鱼的条数。哇，每人一升，这个池水应该是哇，太厉害了。我们来数一下，4条，请双方队员站好。哎，请双方队员站好。
现在呢，比赛成绩已经出来了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蓝队呢确实厉害，那么短的时间内呢就捉到了呀10条，哇，真厉害！红队呢捉到了5条鲤鱼，也不错了，也不错了。那我们这一轮呢就是蓝队获胜。现在我们请李小姐为蓝队挂上2个小葫芦，同时呢也为红队挂上1个葫芦。好，谢谢双方队员，谢谢双方队员，谢谢你们。